高雄6区的新卫国小今年的毕业典礼是真特别，因为全校干那一个毕业生，一个人就把这个市长奖也个区长奖全部拢包起啊！毕业迄一天，所有的老师、学生、家长，甚至是关区派出所的所长，拢有家来祝福。 对老师手中领到市长奖、区长奖，所有的奖拢是伊的，因为张天真是新卫国小今年唯一的毕业生。每天上学，和学弟妹们一起玩乐、聊天，学校就像另一个温馨的大家庭，在师长们和学弟妹们的陪伴下，让婷真感到不寂寞。20几年前，我也是从这间教室毕业的。 没有想到20年后，我还会回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，也是从这间教室。张天真一家伙仔对阿祖开始4代拢是好友，伊嘛对阿母手中摕到奖状，随望全校其他学生甲老师，敢若会当伫线顶观礼。不过连派出所所长拢来参加毕业典礼，全校老师学生嘛准备卡片甲毕业礼物，伊一个人收到所有的祝福。 今天我们所长也来喽，所以呢，也带着所有的师长、所长，还有老师们，还有我们在现场的家长以及小朋友，所有的祝福。校长表示，张天真1年仔时有2位同学，对4年仔开始，全班就剩伊一个人。学校是第一摆敢若一个毕业生，目前新卫国小有36个学生，即马送走今年唯一的毕业生，就剩35个。记者陈嘉文、王维哲高雄报道。